心心唔該皮皮，多謝。呢件又要心心 Frankie。Hello Stars Hong Kong 嘅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Frankie。哦，滿唔滿意？是日公開首唱合格，多少少滿意嘅都滿意嘅，但係進步空間係有嘅，係啦。所以俾我覆卓，下次9月5號買飛入嚟睇我，做最好嘅俾你。係啊 ，sad sorry。所以啱啱因為觀眾好近啊，咁所以會望到佢哋咯。望到佢哋嘅話咧，又要堅持翻自己去 set song 嘅感覺。咁所以呢個位係我第一次去表演呢首歌，第一次接觸到嘅位咯，係要堅守自己嘅感覺，係啦。如果你都忍住咗個情緒啦，係都會想唱啲開心啲嘅歌。嗰一刻係好想唱開心嘅歌㗎，因為嗰一刻係觀眾喺周圍咧，尤其是係 fans 咧，佢對住我去唱歌，望住我個眼神咧係咁樣嘅，咁哎呀，好想笑翻啊咁樣，咁所以有個鬥爭喺度，跟住最尾都得，有翻是日戀愛嘅感覺咁樣。生日咧都係呢個生日朋友啦。嗯。咁首先恭喜翻你生日。多謝。咁想問咧，Mirror 成員之間有咩表示 Mirror 成員之間有咩表示啊？啊？其實 Mirror 成員之間冇大家想象中咁大件事嘅，真係大家都各有各忙得好犀利，可能見到面都唔係好多機會，咁所以大家見到面啊，近排佢生日或者喂補翻一句生日，拍一拍膊頭。一下深深嘅力度，生日快樂啊咁樣，咁其實嗰個感覺就入晒心㗎。是日戀愛會有啲咩宣傳嘅攻勢？是日戀愛有啲咩宣傳攻勢？是日戀愛嘅宣傳攻勢，上次係同 fans 們去好似拍咗一日拖，經歷咗一段愛情咁樣啦。咁我覺得嗰個 event 都非常之窩心嘅。我係好似重新咁樣感受呢首歌咁樣咯，好似真係去拍一日拖，同 fans 開開心心，而且好耐都未試過同個 fans 咁近距離去相處咁耐，咁所以我覺得無論係 fans 定係我自己都好滿足啊嗰日。哦，新歌新歌係講緊小組嘅新歌，係啦，並不是個人嘅新歌，係啦。小組嘅新歌可唔可以透露一下？哇！小組嘅新歌，我係好想好心急即刻俾大家聽嘅，但係方向好小組嘅新歌嘅方向呢，就係愛情。愛情係一個好開心啊，係開心嘅，入邊有開心同埋好有生活嘅愛情啊，好有生活感嘅愛情，係。下個月會同3個兄弟喺澳門開 show 啦，可唔可以透露下啲歌單有冇咩經驗？透露下個月嘅 show 嘅歌單呢，就等我諗先，係得。下個月做 show 嘅歌單呢，大家都我知道大家好期待，我見到社交媒體都好多預設嘅歌單啊。咁係有新歌嘅，咁有啲咩新歌呢？就係有新嘅小組歌啦，同埋亦都有啲驚喜嘅。咁嗰啲驚喜咧就真係唔可以透露俾大家聽啦。咁但係大家喺9月5號 show 之前咧，就要快脆接實啲驚喜，聽熟晒所有嘅新歌。咁到時現場就會好玩好多㗎啦。Solo part dance break 就梗係都有啦，係梗係有啦。我哋每次都有呢個環節㗎嘛，都有嘅。咁即係分小組嗰度咧，係跟住嗰個分組咧，即係有新歌
哦，唔係㗎，唔係㗎。團 con 小組嘅分配係全部我哋都打散晒去做嘅，即係可能係有2人嘅組合啦，可能有3人啦、4人、5人、6人，乜都有可能啊。咁所以而家都仲係構思中，係啦，因為實在太多可能性啦，同埋大家都有啲踴躍，係啦，所以無論係我哋想做嘅 item 啦，定係event 嗰邊嘅idea 都好多，咁所以大家都要啲時間去消化一下。咁之後想問問關於中嗰邊啦。嗯。咁就想問咧，而家咧話係留港拍攝啦，有冇話咩特別原因？留港拍攝有啲咩特別原因啊？其實冇咩特別原因嘅，純粹係因為大家嘅時間都真係好緊啊，好難去擠到少少時間出嚟啊。咁所以喺香港已經係即係拍到已經係非常之叻仔㗎啦，我覺得 management 喺 manage 時間嗰方面已經非常叻㗎啦。所以喺香港都 OK 啊，可以。俾我揀一個地方，不如俾我揀一個活動啦。俾我揀一個活動，我想自肥去潛水嘅，因為個人近排好想考一個潛水牌。咁所以可唔可以公帑去做一個潛水，幫我考埋個牌，咁就最好啦。突然嘅想法定係諗咗好耐？哦，都係突然嘅想法。呢排啦，呢排想考個潛水牌啊。有啲咩啟發到我啊？冇咩啟發到我，因為夏天嚟啦，咁所以如果去旅行或者香港咧，有多個牌，有多啲嘢玩咯。因為都見到好多造星嘅師弟妹咧，揾你取經啊。造星嘅師弟妹有冇揾我取經啊？佢哋平時見到面都會傾下偈嘅，講下兩句。但係取經就真係唔敢講係取經啦，即係大家交流下，傾下偈啫。咁今年咧亦都有參與過啲音樂劇啦，小藍洲嗯。咁其實自己會唔會都想參與多啲唔同嘅音樂劇咧？即係或者一啲即係康樂嘅，即係有冇人發聲啊嘛？煮嘢食啊嘛？其實貪心㗎，係啊，都想㗎，都想參與多啲音樂劇，無論音樂劇又好，或者因為我對上2次做嘅都係音樂劇，都要唱歌，要做舞台劇咁嘅效果，咁所以嚟緊音樂劇其實都真係好開心啊做得，所以都想做音樂劇之餘，都想做下一啲舞台劇咯，因為舞台劇正劇或者開心多少少嘅，就可能唔使去再理埋唱歌嗰邊、唱跳嗰邊嘅 item 咧，我可以再專心啲去剖析下個人嘅性格啊，點樣呢個角色點樣可以砌到啲咩新嘅 get 出嚟啊咁嗰啲，咁我都幾期待呢個經歷嘅。即係都好 enjoy 係啊，我都好 enjoy 去做一啲 live 嘅表演。好，thank you。